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做山讲做山的话，讨海讲讨海的话，台湾话真正艺术，坦白讲直接的话，啊若暗示的时阵，就讲歹势的话。但国情啊，你咧讲啥？我来讲海口人一句话，讲叫做白带鱼。歹势的时阵讲暗示的话，这啥意思？煞唔知影讲吼，有当着啊，咱去人的工厂，啊头家甲咱好朋友，咱对嘴咧甲问讲，哇，我看你迄个辛劳吼，敢若原来少年家，啊搁安尼栽食栽做，不哩啊骨力的款哦。若无影啦，头家会甲咱赌啦，赌一句讲啊，当迄白带鱼，白带鱼安尼解说，煞唔知影就是讲来食白带的就对啊。有啦，有咧好食啦，啊咧做吼，安尼无啥照起工，无啥骨力啦。我三顿好食，应付卫生水，当作白带的啦。意思讲无欣赏即个少年家白带鱼，用个暗示的。你讲迄款有咧食无咧做，食饭食碗讲做事闪西风迄款人。啊若讨海讲讨海的话，即就算歹势讲话音的话。啊，搁有无？搁一句吼，这都毋是工厂咧讲的，这是亲家亲母中间咧讲的。煞毋知影查某囝嫁去人兜有当着啊吼，若表现互大家大官较烦嫌咧，咱亲母这边、查某头这边、外家这边都爱食豆仔鱼啊啦。啊，啥做食豆仔鱼？豆仔鱼嘛是照话音的要讲即个豆仔鱼的豆，对啦。豆仔鱼虽然即个读豆啦。但是变调落去吼，拄啊甲代志红豆迄个豆共款，所以吼亲家亲母来到咱兜，伫咧斗讲咱即个祖囝做人的新妇毋知道理，晚晚去困袂晓，早早起，安尼吼不管时都互因伫咧烦恼，所以食豆仔鱼就是讲人来咱兜甲咱斗，即个斗就对啊啦。过来，干嘛搁有即个话音呢？有啦，国情头拄我咧讲海口讲海口的话，做山讲做山的话，若歹势讲暗示的话，毋是敢若白带鱼的带，毋是豆仔鱼的豆，啊，搁有一句，去到倒位咱拢会晓讲即句话，讲掠土啊。那即句吼，毋免讲海口，毋免讲做山，南北二路大家都捌听过。煞毋知影酒食伤济，台湾话一句较揜贴的话，讲叫做出酒。就是讲掠土啊，去遐吐就对啊，去到水槽啊，伫咧掠土啊，内行的拢听有啦。啊，这拢咧增加语言的艺术甲丰富。咱无直接讲，咱用暗示的，等到有一种趣味性，正就是解文说理，叫你研究台湾话艺术的所在。